The handicap secretary said you too short. 第3名，又嚟到啦！哇，真係攞個貨車嚟啊！ Okay, 13, next week. 第二獎 OK，第二獎又係阿 Ken，又係攞埋佢第二咩啊？攞埋一齊攞啊！第2名嘅，第2名阿 Bonnie 啊，等 Bonnie 第2。你代理代表，代表。Linda，好嘢好嘢，Linda 好嘢，識戒啊！睇個識戒我識攞獎。係啊 ，Ben 嚟嘅。 OK，六分邊咩嚟啊？得就係 Kenny， 又嚟嘅。攞個三又嚟。 We are the champion。唱乜又得？影下相先，食下先啊！阿 Kenny 已經攞咗2張，攞個 strike 啦，今年冇得再攞㗎啦。